嘿，Hello，大家好！初次見面，我就係正能量不專業影評嘅浩南哥啦。我而家身處喺邊？每一年都會嚟噶啦，就係喺台灣啊信義區嘅威秀影城啊。點解呢？就係因為啱啱咧睇完咧由周冠威導演執導、黃秋生同埋林宇曦主演嘅《自殺通告》。我自己咧就好喜歡呢一套電影嘅，所以一路都好期待呢一套嘅電影啦。但係咧都知道咧香港咧一直都應該唔會再有機會上啊呢一套電影，所以今次啊嚟到台灣旅行都特登抽空啊嚟到台灣嘅戲院欣賞呢一套嘅《自殺通告》啊。係啦，就係次次咧都喺聲音裏邊同大家講啊，我去完台灣睇戲，但係有啲觀眾有可能質疑，你都唔知係唔係啊？咁啊，今次冇呃大家啦，真係一出戲院門口咧，一派咗呢一條片俾大家先。為咗話俾大家聽，我真係有去到台灣睇《自殺通告》㗎。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呢一套戲啦。咁唔知有冇觀眾都有睇到呢？好啦，咁我哋有啲咩我哋影評就再傾啦。好啦，拜拜。《自殺通告》係曾經以《幻愛》拎過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唔一定要講㗎。咁你選擇得同人哋一齊，最尾要隱瞞呢？同埋時代革命得到最佳紀錄片嘅香港導演周冠威2025年最新嘅電影。呢部電影從片名就帶住啲禁忌，所以場景設定咗喺一個架空城市嘅高中校園當中。劇情當然係有敏感爭議嘅話題啦，如果唔係香港都唔會上唔到啦。包括藥物濫用、輕生、階級對立同埋對教育批判等等。我自己就覺得電影入邊嘅校園學生服裝設計有科技同埋未來感，雖然探討升學主義嘅題材，但係就相當之新穎。喂，攬定你哋嘅零食，斟定你哋嘅汽水，準備好未？我哋又一齊睇戲啦！歡迎你哋返到嚟正能量不專業影評，又係我唔係姓陳，亦都冇江湖味嘅浩南哥啊！電影開場之前都有預告啦，喂，不如俾少少時間我同你哋講少少嘢啊！我呢個 channel 咧就好任性嘅，基本上就針對住一啲我中意嘅電影，特別係一啲嘅亞洲電影，例如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等等嘅電影，做一啲嘅不專業影評。喂，如果你覺得我呢一條影評啱聽又啱你心水嘅話，不如嗱聲俾個 like， 再撳埋個 subscribe， 記得響埋個鐘仔，咁你下個禮拜就可以搶先睇。更加唔介意嘅話，喺樓下留言區留個 comment 俾我越嚟越進步啊！如果咁唔好彩，你覺得我嘅影評唔啱聽唔啱你心水嘅話，撳翻上一頁離開得㗎啦，唔使屌㗎。不過如果你要屌嘅話，你隨便屌啦，唔怕你係 hater， 最怕你係一個鳩噏爬啫。嗱，咁不過循例咧都要講聲嘅，我嘅影評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劇透嘅。如果你唔想俾人劇透嘅話咧，建議你去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咁就萬無一失啦。我條影評咧就一定喺度等你嘅，但係你想睇嗰套戲咧，可能隔幾日啫咧就落咗話同你講拜拜㗎啦。所以建議你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啦。如果你怕俾人劇透嘅話，好，事不宜遲啦，都係唔好聽我廢噏咁多啦，我哋即刻進入影評嘅部分啦。自殺通告嘅故事係發生喺一間名為恩善中學嘅高級私立學校當中。呢度嘅學生每日都係為咗成績同埋排名承受住巨大嘅壓力。喺學年中考前夕，校園裏邊突然大量出現匿名嘅自殺通告信件，內容威脅警告將喺7日之後發生自殺事件。呢一張嘅通告震驚咗學校，校方一方面擔心引起學生嘅恐慌，影響學校聲譽；另一方面亦都急於揾出發信人。找到誰幹沒有？那裡沒有監視器，沒辦法看到是誰做的。自殺通告真的跟我沒有關係，不要再問我有的沒有的，好不好？肯定就是你們其中一個人做的。隨住調查嘅深入，故事逐漸揭露咗教育體制之下隱藏嘅醜聞，以及學生們喺惡性競爭裏邊逐漸扭曲失去人性嘅困境。以我所知咧，自殺通告咧取景喺桃園嘅元智大學裏邊。不過電影嘅設定並唔係台灣嘅高中校園風貌，而係發生喺一個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啦，發生喺一個架空城市之中，偏向一所亞洲嘅精英學校當中。傳統儒家教育社會都會遇到升學制度嘅問題。喺呢一間名為恩善私立中學裏邊，完全以升學主義掛帥，由學生甚至老師都會被成績高低成為唯一嘅考量標準。
喺大考嘅前7日，突然喺校園裏邊飛落一張張指控學校問題同埋學生濫藥嘅匿名自殺通告，一時間校園陷入混亂。校方除咗急於揾散佈通告嘅兇手，而學生同老師之間隱藏嘅秘密都隨住呢一單嘅自殺案件真相逐漸浮出。喺自殺通告入邊啦，我建議如果觀眾有機會睇嘅時候咧，都可以留意3個角色嘅心境，分別係由黃秋生飾演嘅欣善中學校長、林宇希飾演嘅青英班老師 Miss Tin， 同埋劉敬飾演嘅學生邱俊成。呢3個角色都帶啲意義同埋有矛盾嘅情結喺入邊。黃秋生校長嘅角色可以話係自詡喺升學主義制度之下，深信努力用功讀書，用成績翻轉地位同改變自己嘅人，而佢確實係喺恩在制度之下有付出努力嘅受益者，成為咗令人尊敬嘅校長。但喺現行制度之下，面對信徒學生用無所不用其極嘅方法去爭取成績分數，佢究竟應該支持制度啊，定係如何做到公平呢件事呢？不要拿學生做代罪羔羊，狡辯！不要毀了我女兒的未來，好嗎？而林宇希飾演嘅青衣班老師喺電影入邊，佢係用心良善嘅老師代表。如果取消考試就可以救一個學生的話，難道不值得嗎？相較於黃迪陽飾演嘅輔導班老師 Miss Tin 係幸運嘅，因為可以見到佢對制度嘅不滿意，並且可以等待時機成熟之下離開欣善中學。而佢對自己嘅孩子教育亦都陷入壓迫式嘅困境。雖然電影入邊並冇特別描繪佢同女兒嘅互動，但喺台詞之中可以見到呢個角色，即使認為學校嘅升學制度有啲問題，但係同樣受到社會制度之下嘅壓力對小朋友嘅要求。而呢部電影有部分嘅真相追查同挽救都係圍繞住 Miss Tin 呢個角色嘅。而林宇希同由白潤音飾演嘅李行呢一個患咗 ADHD 過動症嘅學生，喺一場教室情緒崩潰嘅戲，係電影入邊最有張力而且最精彩嘅一幕。而由劉敬飾演嘅學生喺眾多學生角色之中，唯一一個係想用行動去衝撞體制嘅代表。我猜如果他最後真的能改變什麼，應該就不會選擇去死了吧？狡辯！不要毀了我女兒的未來，好嗎？佢嘅行為喺大部分精英學生裏邊咧，自然係不屑。但係喺部分反省過嘅學生眼裏邊，反而好欣賞佢嘅勇氣。但好可惜，呢個角色本身係想揭發校園隱藏嘅問題，但係深陷難以想像嘅後果。而喺自殺通告入邊呢，仲有一個角色我自己好喜歡嘅，因為其實大部分嘅學生角色咧都各有立場同埋衝突，所以由張豐豪飾演嘅欣善中學學生會會長係一個典型嘅乖乖仔。佢喺電影入邊相信制度同權威、權力地位嘅代表，好喜歡佢嗰種倔強嘅眼神，整個表現比起我當初睇佢翻牆的記憶進步咗非常之多，所以我自己好喜歡張豐豪飾演一個莫哲偉嘅呢個角色。從幼稚園開始就比英文、比算術、比畫畫，小學考中學，中學考大學，哪一次不是比誰優秀？而觀眾們都可以多多留意同埋關注呢一個咁有潛力嘅年青新演員張豐豪。而最後由邵逸梅飾演嘅學生角色，就係代表低層家庭出身，被父母期待同埋制度壓到唞唔過氣嘅代表。而由戴雅芝飾演嘅學生代表，就係看似令人羨慕嘅勝利組學生，但係裏邊就收埋咗好多大家睇唔到嘅憂鬱情緒同埋壓力。以上呢啲種種嘅角色呢，觀眾們睇嘅時候，除咗可以多多留意佢哋嘅心境，亦都可以多多留意呢一班嘅年青新演員嘅演出，因為真係非常非常之出色。總結嚟講，呢部電影雖然係會有啲懸疑，但係你會發現最後邊一個係發鹹餵藥嘅兇手已經唔重要，因為過程裏邊嘅一點一滴爆發出嚟嘅真相同埋對立，先係令到現代人最痛心嘅。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今次自殺通告喺正能量不專業影評裏面得到嘅星星推薦值係有，而截至到今日2025年12月22號，自殺通告喺 IMDB 網絡電影資料庫嘅評分都唔低嘅喎，係有。好啦，好似我頭先一開始嘅片段所講呢，我自己認為呢，自殺通告呢喺香港呢就應該冇乜機會會上㗎啦。而事實就證明話咗俾你聽，香港
係咯，上唔到咯，係咯，就係上唔到咯。因為內容嘅問題，定係導演嘅問題唔知啦。但係點都好，《自殺通告》的而且確係一套非常非常之出色嘅電影。而我都好希望喺未來嘅日子，香港嘅觀眾都可以有機會喺戲院欣賞到呢一套嘅《自殺通告》。雖然機會率都頗微㗎啦，大家要睇嘅就去台灣睇啦。但係都希望大家可以保持住信心。我哋希望可以有一日喺電影院入邊一齊睇《自殺通告》呢一套嘅電影。我哋到時就約埋一齊喺戲院度見啦。我哋下套電影再見，拜拜。